好，我们两位点燃师，还有我们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那非常开心哦。上个礼拜刚见面，这礼拜又来了。或许本来忘记了，本来以为是下礼拜，还好有提醒哦。那我们的生死观的课程呢，其实已经慢慢的进入到尾声了。好，因为果海法师呢，他的讲座呢，总共是12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部哈。那从一开始的这个《金刚经》好，然后到《地藏经》好，然后到《心经》好，然后到《阿弥陀经》好，已经讲。然后我们上的生死观的课程，就我们已经间接的哈，已经大概把4部经典稍微把它浓缩哦，稍微了解了一下。那今天呢，其实要来探讨的是《法华经》。那《法华经》呢是在佛教界里面，它算是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。好，那为什么它很重要呢？因为它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前，他所留下来的最后的一部经典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听果海法师来把《法华经》的一些内容稍微把重点提一下。那或许很建议大家今天这堂课稍微再认真一点点，因为它跟我们修行的生死大事非常有关，不是只有这个色身的生死而已，是我们灵性的提升的生死大事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再专心一点点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堂课程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今天的果海法师的课了。好，大众请一起合掌，我们一起称念3称的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哈，来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好，诸位法师、诸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最后一堂课。今天法师们说：“哇，果海师，为什么你今天看起来这么开心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最后一堂课圆满了哈。哪有法鼓讲堂讲6堂课的？我们可能是第一次，一个系列是讲了6堂课哈。不过大家都很用功，我看几乎都每个礼拜都有来。今天我们要讲一整部《法华经》哈，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哈。我想请教一下，这1个半月来，每次课程一开始就问大家：你功课做了没？有来有做了哈。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法师不要再问了？不行哈，就是。等到这个课结束，你就会很怀念法师每次都问你们功课做了没哈。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追着你做定课是好的，我还是想要讲一下，身为一个佛弟子，你没有定课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很危险的事哈。那为什么要有定课？我想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已经讲了很多了，我就不再讲了哈。你回去如果有做定课，我们都可以知道，给你按个赞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还是要回去努力哈。那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：做定课要细水长流。其实这句话非常好哈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：宁愿短不能断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就是提醒你自己哈，即使今天再怎么样没时间，你至少让自己3、5分钟的时间一定有吧？好，一定有吧？哈，练习用方法，你绝对不要想到说啊，我每天有1个小时或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方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除非你都没什么事情做，我们用方法一定是抢那种什么？就是5分钟、10分钟这样，好，让这个次数是多，可是用方法的时间并不用拉很长，这样你才不会有压力，你才不会有压力。好，每天告诉自己宁愿短，可是不能断。
不能断，每天让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。其实这个时间跟空间一拉出来，其实这个进步就不得了了哈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叫做佛教徒的生死观。好，我们已经讲到今天已经是第6堂课了哈。我们已经从生一直讲到临终，一直讲到往生，往生甚至一直讲到中阴，中阴再讲到就是去投胎去了哈。甚至我们也上个礼拜也跟大家分享了，其实以现在来讲，那个佛事应该要怎么做？其实未来的人那个佛事会越做越精简。越做越精简。那我们一再强调，生跟死是二，佛法是一个不二之法。好，什么叫做不二？不二其实就是超越，你能够超越，那才真的是圆满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最后一个主题，叫《法华经》里圆满的人生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圆满的。那怎么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圆满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哈。那首先，我想要先来介绍一下这部《法华经》。今天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，把一部《法华经》7卷28品介绍完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介绍，我也不知道哈，反正就讲到完，没讲完不让你们回去这样。哦，我们说《法华经》其实是什么？世尊出世的本怀。佛陀出世于这个世间，就是为了这部《法华经》。其实不是只有佛陀，三世诸佛都一样哈。众生成佛的通道，就是这部《法华经》哈。那《法华经》其实在我们东土有一位智者大师，称为东土的小释迦哈。他把《法华经》哈，他把佛陀一生说的法判为58教。好，那所谓的50，好，就是佛陀一开始成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哈，他本来不说法，后来又说法，所以他一说法的时候，他就先想要对谁说法，就想到那40几个菩萨，哈的，就40几位大士哈，就临门一脚就快要成佛的那些，所以这个就帮他们讲什么华严。我们说华严是在讲什么？佛的境界。可是华严怎么样？声闻众听不懂，所以佛陀开始看这些声闻众们，就是现在根器能够听什么法，他们想要听什么法，所以佛陀又开始从阿含，阿含就是在讲我们的人的什么五蕴，身心的五蕴怎么做起，阿含再来方等。所谓的方等，就是40的法，他都说，不是只有讲阿含，就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些声闻众的弟子知道，不是只有佛法怎么样，不是只有阿含，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这五蕴，慢慢的带上来，再来讲般若，般若之后讲法华涅槃，那法华涅槃，其实华严跟法华涅槃，这2时说的法，其实这个叫做随自意。随佛的自己的想法来讲，所以其他30是随他意，就是说众生想要听什么法，所以怎么样？佛陀稍微关照一下，原来这一群众生适合讲观音，佛陀就讲观音；这群众生适合讲什么禅修，佛陀就讲禅修；这群众生适合讲什么，就是随众生的根器来说法，而不是随佛陀的自己的意识来说法。所以我们说华严跟法华涅槃是随佛的自意。古德曾经这么说过：不读法华，不知道佛陀出世的救世的苦心啊。这个是应该是子伯还是憨山大师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哈。就是说，你看哦，讲华严的时候，声闻众听不懂。你看佛陀从头开始讲起，牵着我们的手，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，走到大家的根器都成熟了，佛陀才讲这个什么法华。所以古德就说不读法华，其实不知佛陀救世的苦心。那我们看这个就是所谓的50。那所谓的8教，这里都听一下就好了只是让大家知道这部《法华经》在整个佛陀说法里面，一生的说法里面它的重要性。8教又称为化仪释教跟化法释教。那化仪释教称为藏通别圆。那什么叫做圆？
化仪就是它的形式，好，就比方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生病了，去请医生帮你怎么样开药方，那个药方就是化仪。化法就是它的内容，比方说药方里面有枸杞呀，有黄芪呀，那个就是什么化法，哦，所以化仪跟化法这两个一定什么相互的并用，哦，那我们说。化仪释教里面的原教，什么叫做原教？所谓的原教，就是最圆满、最究竟。哈，什么叫做化法释教？化法释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。那什么叫做顿教？顿哈，其实在《法华经》的第2品里面，他就说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跟你绕路啊。这部经就是讲什么成佛的经典，而且是最快速的，完全不跟你绕路。好，所以我们的《法华经》其实就是什么圆顿。好，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佛陀一生的说法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在智者大师把它判为是什么最高的、最究竟的、最圆满的，绝对不跟你绕路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时常讲一句话，我们说，我们信佛学佛，就是为了要怎么样成佛？除非你不成佛，我告诉你，否则你一定会碰到这部《法华经》。你这一辈子不碰到，你这辈子不学，你下辈子还是要学；你下辈子不学，你下辈子还是要学。只要你怎么样想成佛，所以你们说这部《法华经》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好，除非你不想学佛。不想成佛了哈，否则你想成佛，你这一部《法华经》一定会读到，一定会读到的哈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，整部《法华经》在佛陀一生的说法里面，智者大师把它判为他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，甚至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佛陀多处的在讲这部《法华经》是在佛陀一生说法里面最高最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说法华有3经啊，哈，就是有一种说法，他说法华有3经。佛陀讲法华经之前，其实是讲无量义经，因为从第1品我们知道，佛陀是从无量义三昧里面怎么样出定的。那讲完法华经的时候，其实怎么样，又讲了观普贤菩萨行法经，这我们称为法华3经。好，那在无量义经的卷1说法品里面，无量义经自己这么说哈，他说以佛眼观一切诸法，好，不可宣说。为什么？因为诸众生性欲不同，因为性欲不同，所以种种说法，种种说法以方便利，40年未显真实啊。是故众生得道差别，不能集成无上菩提呀。就是读到这句话，大家会不会吓了一大跳？哇，佛陀一生说法40年，可是40年未显真实啊！我们刚刚说佛陀无量义经讲完之后，才讲什么法华经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已经预先告知，其实再下来有最真实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教说即将要出现了，这就是法华经。好，那法华经其实总共有7卷28品，那因为我们今天因为只有2个小时，所以我想，比方说什么叫法华经啊，法华经的翻译本啊，从范本啊，什么什么，那个我们就不讲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，可以去翻一下师父的绝妙说法，这个部分师父其实讲得很清楚。那古德在讲一部法华经，其实有很多种讲法，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有所谓的基门、本门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讲的法华经，不从这个部分来说，我们从整部经，就光它整部经的内容来讲，好，整部经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分为4个部分。好，首先第一个部分，其实这个部分在讲什么？佛陀一生说法，一生说法，到最后他一定要把他的教说怎么样做一个统一呀？佛陀，你看，佛陀一生说法说了几回，你们知道吗？300多回。这300多回，所以他到最后一定要把他自己说法，他这一生出世，最主要他要讲什么，他自己一定要做一